希塔美德下載合作。合作就好似係一齊種下一粒種子，透過共同嘅努力，讓呢粒種子喺肥沃嘅土壤中茁壯成長。當我哋合作嘅時候，我哋唔單止係分享彼此嘅技能同埋智慧，更加係共同孕育住未來嘅可能性。每一次合作就好似灌溉呢粒種子嘅過程，我哋用耐心同埋信任嚟到滋養佢，最終睇到佢成長成為一棵茂盛嘅樹木。合作讓我哋學識點樣去支持大家，並且互相理解以及尊重，並且達成共同嘅目標。合作就好似喺土壤之中播下希望嘅種子，無論環境點樣變化，只要我哋一齊努力，佢就能夠生長發芽，帶嚟豐盛嘅成果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嘅源頭，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合作嘅定義，我知道合作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時合作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合作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合作嘅觀點，我知道合作係可能嘅，我知道合作係安全嘅，我容易與他人合作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講 Yes 去接收。我為大家見證，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